议会定期会伫个政府款案连续审查，有案部分压力伫个中央补助台南市石棉建材废弃物的清除处理计划当中，因为明文规定只限制伫个徛架，并无包含畜牧业或者是废弃的工厂等。对此有议员提议，是毋是会用包括在内？毕竟畜牧业甲废弃工厂的石棉废弃物才是大量。对此环保局回应，中央会以另外一个专案来处理。至于清除处理的数量，环保局嘛会争取中央扩大规模。畜牧业来废弃了后，应该就无咧饲啊嘛。是。啊，这个坑里的物件，搁未生正值，啊，要安怎讲？所以个应该爱去公所，还是讲来咱环保局来争取着废场啊，安尼会使袂？并按两栋、3栋，咱会当看来者不拒，经费偏较济，因为这危害咱的人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呢，足重要了，对啦。啊，你政府都规定讲，这有毒的物件，你爱切了，还是全部解除了，嘛爱道理啦。第一个，畜牧场是不能适用的嘛，对不对？第二个，还有什么状况？是即便我们有所谓的适用到住宅、适用到中场等等的，可是如果这个厂址它本身是已经停工歇业的，它也不在这个适用范围啊，不是吗？对不对？目前是。那它就是因为经营困难、停工歇业之后，然后有这些残余的石棉屋瓦的部分，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去帮他做这个处理，没有办法去贴补这个相关的费用。那它才是一个大的数量啊，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认定就是说第一线的你们的队员或者是其他你们的同事去认定的时候，它是一个住宅，那它是工厂，它现在因为可能要改建嘛，那石棉也不健康，所以要给恁补啦。那补来讲的时候，你在认定上会当较快无？你讲伊都徛家都住伫遐，啊你讲伊过去真正是咧做工厂，即马都经济也歹啊，都外移了，所以那边变成说是一个住宅。它可能也有部分是废弃的厂房，也不大。这个部分你的标准，平均来讲，咱即摆差不多14件吼，啊，毋过平均一户差不多1.7度。啊，你若迄畜牧业的吼，伊迄一埕可能要500、1000，伊拢遮大埕的啊。啊，目前来讲，我是先处理徛家啦，哦。对啦，徛家当然，那申请就爱处理的嘛吼。是，啊，那迄个畜牧业的时候，可能爱过来争取，来甲中央来讨论讲要安怎去争取来甲补助，因为迄规模太大咧。环保局表示，以平均一户处理的量大约1.7吨，112年总共清除了1300吨，大约有1000户。今年第一期的补助预计到明年会用清除2000吨。执行完中央环境部还是会再重新计划。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